古种一车20人年如何中亚给先到，都是这个，都是这个。你没有想说换比较难一点的港道？其实后来应该是说，种稻子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活的基础，我就靠这个为生嘛。但是后来我的兴趣比较多的就在，农田之外，我其实更想维持的是这个村子啦。所以后来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其实我最会种的不是稻子，我最会种的是农夫。我在这个村子20年种出很多100-200个农夫出来。我希望维持的是这个村子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当年就是我阿公留了一个老家，我们才能在真的后退无路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。我是希望留一个地方，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回来。还有看到鸦片有一个胸片，也还嘛个一种农具。这个在后路话讲挑了。就是有点像披萨的铲子，有没有？对，像铲披萨的。对，很像这个是传统在把种子撒在田里面的时候，要把它秧苗铲起来分到田里面的时候的一个工具。那这个应该是很普遍。没有。其实我回到种田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了嘛，哈。对。那时候应该连打铁机都买不到这个东西了，因为已经完全农业机械化了，变成插秧机，这是人工插秧才要用的工具。对。但是当时我就回来宜兰种田，我也希望把文化种回来，所以我不是只想种农产品，我想要把人种回来，把风景种回来，把文化种回来。所以我想，那我一定要知道以前人是怎么做的。我就抓着村子里面的老农夫说那怎么样可以教我？那我就每一年种一点，然后就把这个工具到打铁街去跟他说，我要弄一个这个，他要专程再帮我打一把。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全新的了，这没有旧的可以买了。